国内消息来看，咱国内的出生率又个创新高。内政部统计，去年全国阿婴仔的出生率只有5.96%，是47年来上低的纪录。也毋过哦，桃园的出生率是6度上济，又搁以中立上悬哦。桃园的民政局是认为讲，这应该是鼓励生囝的措施产生效果。有人认为讲，是因为桃园的厝价无介悬，搁有机场直运甲高铁交通真方便，所以成袂少少年翁仔某来遮生活。大楼一栋一栋起，桃园人口一直成长，也是上会生的县市。根据内政部人口统计，去年全国新生儿出生率5.96%，创47年新高纪录。不过桃园今年5月，年出生率达到8.03%，是6度之首。其中，搁以中立区民众上会生。今年1到5月，新生儿7317人，以中立区1425人摕第一。桃园区1374人第二。桃园市的涉及人口数在今年的5月7号达到了230万，那人口数一直呈现正成长，那出生率呢也是6都中最高的。民政局表示，最近几年提出真侪项促进人口政策，予少年人加结婚、加生养，像提悬生育补助，每体3万增加到每家一体加1万。税收补贴、公社、幼儿园加托婴中心，房仲业者也分析比较台北房价平均计数来到7字头，新北也爱35万，桃园房价都较亲民。在桃园还可以找到3字头甚至2字头的中古屋哦，对于小资族来说，真的是大台北生活圈当中的房价亲民区。另外，房仲业者观察，去年中立区人口大约42.4万人，桃园区46.2万人。两大行政区中，中立区人口数比桃园区少，也毋过出生人口数较侪。主要是中立青埔地区过岭中华区往返台北交通方便，吸引不少少年人翁仔某来住，所以新生儿人口也较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